贱富贵站在你的面前，是我令你先看。当时少年讲咧做现金，就做这样。一个老阿伯啊，伊过咧加新的啦，伊用工作，无半人要来写一张，无人半人要写一张，无人要研究好。当然嘛，你一个做以后，无爱做工作，啊，大家认识。哦，你到门口，大家我咧大叫，来，我有法现在，啊，你大家叫，是不是？你也知影，迄阿伯啊，年，迄古早你来咧是差不多莲花呢。迄莲花是出世伫迄个母年呢，你敢知？伊遐排骨个前骨个是后尾骨无片呢，李天龙、李天龙呢，哦，所以一个贫贱富贵是站在你有眼相看过啊，哦，一个又臭又脏的乞丐站在你面前是我讨厌的。哦，那个有的金钱钱，你若去吃，有的都来，那些个胖胖有钱。书法金钱书面前是我心的。哦，比如像班队那边，家己看老师学的书法要气死，我无可能，你就在那边干后面人家，所以朱老板，哦，啊，三十天本身研究，天数班会一定研究。他们你得做好家伙后啊，应该上这个给我的一个变革，不给奇才，让我们变成经典。之前不给奇才，你不要听这个好吧？你有心胸看的，那孔老师都不喜啊，不喜啊。有人我骗了这个给他，我给他做后人被他掏，为了功夫。帅哥美女站在你面前，怎么说我起心动念？啊，咱做件事情，为了或者，或者身体容易杀了，啊。